我可能当中有人还没有信耶稣，但是我们知道吗？西元前、西元后这样的分别，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生而有了分别。而我们一个礼拜有7天，除了第一是上帝创造6天，第7天休息以外，第7天，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而复活，复活的那天就是1周的头一天。所以，即使我们当中不是基督徒的，但是我们都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但是因为咱人犯罪，我们有了罪，所以这个罪就咱渐渐带离开上帝的道路，带离开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内面。所以，咱活伫一寡真扭曲的这个观念的中间。之前咱知影，有人讲咱这个时代是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后现代的一个时代。但是最近我咧看一本册，这本册是美国的纽约一个教会的牧师叫的提摩太凯勒，他写了一本书，他分析说我们要怎么样向现代的人来传福音。比如讲，其实这个时代是这个现代的后期，什么叫现代的后期？所以咱来认识什么叫做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就是讲伊推翻所有的权威。伊认为讲人无需要搁再智慧，也是这个传统。因认为讲人会当靠家己的理性来找到人生的意义甲真理。所以咱中间年中的一辈，咱可能会感受到这个时代甲咱以前的时代有真大的差别。可能以前伫咱少年的时，只要咱的长辈提出阿公阿嬷讲的话，每一个人拢非常的顺服。但是你若到这时阵的这少年人讲这个代志，讲阿公阿嬷的代志时，伊一定会回你一句话啥？即马是什么时代啊嘛？咱搁发展到现代的后期，咱会发觉讲这种情形哪来哪严重？我们到了发展到现代这个时代，人类已经觉得我们不需要神明了，因为科学可以做比神明更厉害的事情。我们人呢也觉得我们不需要宗教了，咱只要靠咱道德，靠咱听，咱就会当互这个世界哪来哪好，就会当互咱的性命得到满足，并且咱来当自由自在，想要做啥就做啥，咱靠咱人类共同的努力来去做一个更较好、美丽的世界。所以现代晚期的这人会认为讲，上重要就是爱去发觉我内心迄上坚定的愿望。甲我的脚步，无论对着什么困难，我拢爱勇往直前，尽一切可能来达到我的愿望，达到我的目标。所以我想，我们中年以下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是这样子的想。所以有人呢会放弃高学历去卖金牌，有人呢赶紧退休，盼望的就是能够实践他人生下半场的愿望。当然，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因过去咱的人无平等，所以人受到工作、受到社会约束，有一寡捆绑，互人无法度来翻身。但是到伫现代的这晚期的时，看哪来哪发展到一种真极端的个人的主义，并且这个个人的主义是认为我家己上高，叫做至尊的自我。所以我们要是有看迪士尼的电影《冰雪奇缘》，迄个公主艾莎伫遐唱啥？Let it go, let it go， 我伊遐唱这个歌，大家人都人唱。伊遐表达就是讲，伊无想要去做迄个社会，也是家庭，互伊去款 good girl， 迄种好的查某人的迄款的形象，迄种公主的形象，伊要活出家己所要活迄种生活方式，甚至伊愿意放手，伊什么拢无爱。所以伫这种时代，每一个人拢咧唱这种 Let it go。每一个人咧崇尚个人的自由，但是咱弟兄妹，咱敢真正是自由的吗？当我们检验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的渴慕和愿望常常发生冲突。我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们都不想活在别人的指挥跟期待的当中，但是我们却常常受到群体的影响。我们来想想看，有许多人是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那很多人是每天必须看他的脸书，看有没有人在里面按赞；也有人常常必须拿着手机看他所分享的文章是不是有人在里面按贴图。我们都觉得自己很有自信，
但是我们需要有人不断的来肯定我，才能够塑造我好的自我形象。咱比以前的人搁较侪资源，但是咱无法度脱离咱的手机啊、电视、电脑的捆绑。咱虽然会当无因为人会当讲来实践咱的梦想，咱会当勇往直前，但是一旦你什么愿望都无法度达成的时，人就看你是一个毒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活在这个自由自在、自由选择、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时代，但是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吗？其实这个问题不但在咱这个时代发生，在新约时代，耶稣嘛指出犹太人因有同款的问题。但是大圣咱来澄清的是，犹太人自由甲咱的自由是无同款的。咱的自由是会当做任何的选择的迄款自由，但是犹太人的自由毋是个人的，因是起造伫因敢有遵守文化传统，因敢有效忠因的宗教背景的迄个基础。所以为什么这就是今仔日伫这段经文内面，耶稣甲这犹太人因的争论会推论到犹太人的祖先，也要人咱的身上。可能我们会想说，耶稣跟亚伯拉罕相差了几千年，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其中牵涉到就是犹太人因自古到他对因家己身份的认同。所以耶稣甲因讲，耶稣讲因需要自由的时，这些犹太人就反驳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本来就是自由的，我们没有成为别人的奴隶。为什么你还跟我们在这里提到自由的问题呢？”但是咱若知影犹太人的历史，就当知影伊的讲法实在是错误的，因为因捌互掠去巴比伦而遐做奴才，当耶稣的时代，因嘛受到罗马人的统治。但是伫犹太人的内心，一直认为讲，因会成做犹太人是一种真特殊的身份。譬如说，我们都知道，他们看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比其他的民族优秀，只有上帝对他们拥有绝对的主权。也譬如说，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有规定，无论他们多穷，都不能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者是犹太人之间有债务关系的时候，债主也不能够强迫这个欠他钱的弟兄来成为他的奴才。所以他们在这边听到耶稣说他们要自由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得到真正自由的时候，他们实在无法接受，他们开始跟耶稣争辩：我们有族谱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不是没有血缘的人我们是自由的。但是这段经文，咱来看，跟咱现代的人有什么关系的？咱不是犹太人，咱搁较无活伫迄款英雄统治的时代。但是亲像我拄仔所讲的，咱这个时代无需要咱去敲找，咱要做啥就会当做啥迄款自由，因为咱太侪这种自由啊，并且透过咱过去的经验，咱嘛知影讲，这款会当做啥就当做啥自由，并无带互咱平安喜乐，反倒带互咱真侪困扰。所以咱要亲像犹太人同款，咱爱去敲找是迄款耶稣讲的真正自由。耶稣但先甲伊讲：你若定定踮伫我的道理，就真正是我学生。你毋免把真理也真理配合你自由。这个话内面有一个顺序，我用黄色字帮大家标起来，就是遵守我的道，就成为门徒，就会认识真理。这个真理会使我们得到自由。但是咱要安怎做？咱安怎做？咱当得到家咧，咱着颠倒变看。颠倒变看，就咱看到耶稣的要求，耶稣爱咱安怎做？就是讲，咱要得到自由，咱内心爱捌真理，咱爱做耶稣的学生，然后遵守耶稣的道理。所以对这会当看见，耶稣的话毋是要求世界所有的人来遵守的，是要互相信伊、愿意成做伊学生的人来遵守的。所以在许多社会议题的上面，我们不能够一直搬出我们基督教的教义，去要求其他不信耶稣的人来遵守，反而
基督教的教义是要所有的基督徒来思考，到底我认识耶稣的教导吗？到底我有没有去实践耶稣的教导呢？我相信，跟所有基督徒而且愿意做安尼信仰的反省的是，咱免去做真侪事干去传福音吗？伊别人对咱的身躯所看去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而且讲真做耶稣的学生，咱爱捌真理，咱爱遵守真理。但是有当时啊，咱基督徒咱有一个矛盾，就是咱感觉较淡薄，但是咱就假老，掠做家己已经捌全部。所以安尼骄傲不但互咱无法度有好的见证，甚至有可能带咱行向错误的方向，互咱无法度得到真正自由。许多年前，在美国的空降部队有一个中尉叫高登·李文斯顿的这样的一个中尉，他在一次实战演习的当中，他就在找他目前所在的定位是在哪里。之后，他也把这段经验给写了下来。他说，当他站在那里研究地图，研究他到底在什么地方的时候，这时候他的副排长走过来了。他的副排长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兵。这个副排长就问这个中尉说：“中尉，你找到我们现在在哪里吗？”这个地图显示在这里应该有个小山丘，可是我没有看见这个小山丘。这时候这个副排回答他说：“长官，如果地图和实际的地形不一样，表示这个地图是错误的。”那你今晚你可能会讲地图哪有可能会唔对？那无可能。咱今日今晚的车哪有用 GPS？ 咱若无去更新的是，有可能你要去到都市，伊会带你到深山内面。地图应该是告诉我们目前最真实的一个状况，所以地图如果越接近真实的状况，代表这个地图才是好的地图。咱的人生嘛是安尼。真侪时间，咱靠家己画的地图伫遐过人生，但是发觉哪来哪偏离耶稣基督学生的道路，安尼是表示啥唔对？唔是耶稣唔对，是你的地图唔对啊！如果你继续坚持要用家己的地图来行落去，你看袂到耶稣所应允的就好。但是咱若愿意改换耶稣的地图，我们使用耶稣给我们的地图。我们可以避免许多的错误和选择，我们可以走向耶稣要给我们祝福的一个方向。但是要叫咱放弃咱家己的地图，敢无简单？受到现代个人主义的影响，我们呢不再去参考别人的意见。人无想要去看别人，咱敢若看家己，搁较免讲去看信仰，咱看家己，咱无爱互耶稣引带。但是，而且有咱更多成为耶稣的门徒有一个优势，就是咱唔是咱家己在行，是耶稣甲咱同行，并且咱有共识的兄弟姊妹甲咱同行，所以咱一点啊拢无孤单。所以这段经文甲咱讲到，真做耶稣的学生，爱捌真理，遵守真理，就会当得到自由。我想这是真侪基督徒因信仰的体会、信仰体会，可能过去的信仰互因真侪捆绑，但是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呢，只给我们2条诫命，就是爱咱做任何代志时，咱爱去想，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敬畏上帝，是不是爱人如己？过去我们的生活可能充满了各样的禁忌。咱行这行迄，什么拢唔敢做。但是圣经甲咱讲，细囝，恁是对上帝来，佮已经较赢因，这个因就是世界当中的关系、黑暗的关系，而且甲咱讲，咱当中赢过因，因为咱是上帝上帝，咱大过遐个神帝，因为咱的内面呢是较大点伫这个世间的。以前的咱可能唔知咱人生的方向。咱每一天就是活甲糊里糊涂，但是因为信耶稣，咱找到上帝互咱内面迄个非常特别的使命甲信仰意义。再来，耶稣讲因袂当靠着伊的血统身份。犹太人非常骄傲，他们是
被上帝亲自拣选的民族，他们有被上帝亲自拣选的祖先亚伯拉罕。所以像前几章约翰福音前几章，这些和耶稣对话的人当中，他们不断的提到他们骄傲的祖先亚伯拉罕啊、雅各啊、摩西。但是耶稣真正无客气去挑战因，当恁口口声声家己讲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时，但是你们真的是吗？伫今仔日的经文的后一段，咱今仔日无读到，就是讲耶稣继续甲这个人辩论。耶稣讲，恁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恁就会去做亚伯拉罕做的代志。弟兄姐妹，我们来想想看，亚伯拉罕在圣经当中做了有什么样的事情？亚伯拉罕和这些犹太人有什么样的差别？咱会当袂出几项，咱想亚伯拉罕伊无用理性，伊无用目睭所看的最准。上帝甲伊讲，亚伯兰啊，你去到我所要带你的所在去的时，他全家收拾好，就去到上帝要他去的方向。他连去到哪里他都不知道，但是他起身就去了。亚伯拉罕伫旷野中间接待上帝的使者，伊唔知影因是上帝派来，但是伊真热情咧招待因。但是咱看到伊只是犹太的，只犹太人咧。明明看见耶稣所做的代志，但是因唔捌耶稣，因想要杀死耶稣，所以耶稣比较指出因的罪。什么叫做罪？罪唔那是杀人放火，罪就是魔鬼的形式。当咱犯罪，就加做魔鬼的奴才。当咱无法度对罪内面来脱离的时，就注定一生爱活伫迄个无自由的内面。亲像苏格拉底甲讲过，一个人若受到性欲的控制，哪会当讲伊家己是自由的？有一对非常贫穷的夫妇，这个先生叫做亚撒。每天亚撒都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改善我们家庭的经济吧。”就在一天晚上，上帝派了使者去跟亚撒说话：“亚撒，上帝已经听见你的愿望。”所以你可以有3个愿望，但是上帝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亚撒他许愿实现的时候，住在他隔壁那个比他还要穷的邻居会得到他祈求的双倍。亚撒心想，这不要紧啊，所以当天晚上他就祷告了，他许了第一个愿说：“我希望我有10头牛，10只羊。”第二天起来。亚撒被户外那群牛羊声音吵醒，他探头出去数一数，真的有10只牛跟10只羊。哇！他跟他太太非常高兴，两个抱在一起跳。可是他听到隔壁传出更大的欢呼声，他跑出去一看，他的邻居那对夫妇也抱在一起欢呼。原来他们竟然有20只牛跟20只羊。亚撒看到。他内心的喜乐顿时好像被冷水浇熄了。从此以后，亚撒家庭的经济渐渐改善。原本这10只羊、10只牛越生越多，但是无论如何，隔壁的丰富总是他的2倍。所以虽然他的经济改善了，可是亚撒每一次看到他的邻居，他内心的不满、嫉妒，通通跑出来了。他的富裕并没有带给他真正的满足和喜乐。亚撒心想，或许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个孩子替我们的家庭带来欢乐跟笑声吧。所以那天晚上，他许了第2个愿，他祷告说：“上帝，求你给我一个孩子。”哇！10个月以后，亚撒的太太果然生下来一个健康的男生。亚撒好开心，邀请了亲朋好友到他家来跟他一起欢喜庆祝。哇！所有的人也都到亚撒的家里来一起庆祝。但就在这时候，他家的大门被打开了。他的邻居一手抱着一个孩子，抱着他的双胞胎进来了。所有的人跑去门口跟这个邻居恭喜，只有亚撒一个人站在房子里抱着他的孩子，可是他的脸一点都不开心。之后的日子比以前更加不好过，甚至说比以前更难过。虽然他很有钱，在以前那个什么都缺乏的时代。活得反而比较快乐，因为当亚撒想到他的邻居，
他怎么样睡都睡不着，怎么样好吃的东西也无法让他满足，他孩子的笑声也无法引起他的笑容。亚撒的内心充满了怨恨和苦毒。有一天晚上，亚撒怎么样睡都睡不着，他想到他还有第三个愿望，他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这是我最后一个愿望，求你让我失去一只眼睛。”这时候，全世界好像都停顿下来。上帝的使者出现，斥责这个亚撒说：“你这个无知的人啊！上帝给你恩典是要让你去祝福别人，你这个希望你一只眼睛失去光明的这个愿望，上帝绝对不可能应许。”弟兄姐妹，亚撒的故事很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当咱受到罪引诱，当咱袂记你稳定的时，就是一步一步行远毁灭。但是只有一个方法会当解救咱，就是真做上帝的儿女。这个新的身份，不是靠咱的努力得到的，是靠咱接受来得到的。以加拉太书第4章第10到第7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来。等到时候成熟，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儿子的身份。因为你们是儿子，上帝就差让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你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了。既然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也成为后嗣了。第40节，这个黄色的字标出来，就是讲，这个就是指耶稣基督；红色的字标出来，就是咱每一个人。当咱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当咱愿意称上帝做咱的天父时，咱无过是无才，咱是上帝的囝。真做上帝的囝儿，表示咱无过属地魔鬼，但是属地上帝。属地这两个字表示咱已经有迄个归属感。这对强调现代主义的人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现代的人看起来什么都有，什么都很丰富，但是我们找不到归属感。我们不断用别人给我们的评价来达到我们自己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当别人讲你很好的时候，你才会认为自己很好。但是别人否定你的时候，你一辈子可能就活在那个被人看不起，甚至你自己也看不起你自己的情境当中。但是因为今嘛，因为耶稣，咱互上帝接纳，咱唔免去对着别人的掌声，咱会当伫囝儿的身份内面安然徛起。所以无论是教会或是我们个人，我们不能够依靠过去的成就过日子。咱袂当讲啊，咱的上山教会已经100多年的历史啊，所以咱即马唔免改变啊。我们也不能说我是几下代基督徒啊，所以得救无问题啊，我唔免来教会啊。这些身份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上帝的赞美，因为上帝是有囝无孙，上帝只有儿子，他没有孙子。上帝也不看资历。上帝要我们跟他建立的是属于个人的关系，不是靠我的祖先或是我的父母或是多好的基督徒来庇应我。所以今仔日咱比较庆祝圣诞节，咱一个当有洗礼甲圣餐，咱会当用上帝的话，用圣礼顶各一角来提醒家己。耶稣来是要恢复我们跟上帝之间那个被罪破坏的关系，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隶，我们是儿女。这是一种新的身份，也因为这样的身份，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